係 Enoki， 呢個 channel 主要會係用嚟記錄生活，有打機、去旅行、煮下嘢食、開下箱咁。呢條係我第一條旅行片，亦都係我第一次去越南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眼中嘅越南風景、文化同埋嘢食。當身邊嘅人聽到我要單拖去越南，都有啲擔心我，驚我俾人賣豬仔。但係我覺得我一把年紀都冇人顯出我啲器官㗎啦。加上我細個其實自己都一個人去過曼谷，我又覺得應該東南亞地方都差唔多嘅啫，都唔會有太大嘅問題。不過原來嚟咗幾日，我發現越南人係唔係好識英文嘅。搭咗半個鐘車就到酒店啦。呢間酒店係行精品路線嘅，所以佢啲房都唔係話好大間，但係都幾靚㗎。佢每日都包咗早餐，然後佢嘅地理位置都好近環劍湖，環劍湖附近都好多景點㗎，所以都 OK。我一坐低，佢哋就 serve 咗啲迎賓飲料同埋小食俾我食。concierge 姐姐仲同我講周圍有咩好玩，有咩好食添，好 nice。呢個就係 mini bar 嘅價錢，都唔係好貴嘅。如果夜晚口痕，可以喺度食下咯。擺低晒啲嘢就行去兩條街之隔嘅找換店換錢，因為冇現金真係好麻煩。喺越南好唔慣嘅就係要成日行出馬路，好似有啲危險咁。換到錢啊！我有成幾百萬啊，真開心！終於可以見識下好闊嘅越南馬路係幾危險。由於好耐都冇試過搭電單車，所以要錄一錄片，係好興奮。喺越南又好危險咁，興奮程度乘2啊！跟住我就去咗火奴監獄。火奴監獄係河內法國殖民時期興建嘅中央監獄，當年囚禁咗好多越南嘅革命者。去到越戰時期，北越亦都用佢嚟關押美國嘅戰俘，而家已經改建成博物館啦。入面展出咗好多監獄設施、文物同埋好多相，重現咗殖民同埋戰爭年代嘅歷史。我最有印象就係嗰個法式斷頭台，企喺佢前面真係好有壓迫感。我建議大家都可以租借佢個導覽機。河內嘅天氣好似仲要過曼谷咁，跟住我就去咗玉山寺。玉山寺係位於環劍湖中央小島上面嘅，喺18世紀黎朝末年建成。寺內供奉住民族英雄同埋多位神祇，象徵住越南嘅宗教融合同埋民族精神。喺寺隔離仲有一個展覽廳，展出咗2隻環劍鰲嘅標本。相傳環劍鰲係環劍湖先有嘅，但係有少少爭議性。玉山寺我就再徒步行咗去附近嘅河內歌劇院，因為要買飛先可以入到去，所以我冇入到去啦，淨係喺出面睇下就算啦。第2日一早起身望到 WhatsApp 就見到 concierge 問我食唔食早餐，但因為其實我起身已經過咗佢哋個早餐時間，但係佢哋都問我使唔使拎落嚟俾你食啊，真係超好飲。不過我最後尾都係冇食到，因為我要跑景點。第一站就嚟到河內火車街，呢條街就喺個酒店附近，又係徒步去到嘅距離，所以就衝咗過嚟呢邊。我未嚟之前，我以為呢條街會好多嘢買，即係類似嗰啲小手作啊、特色嘢，點知原來成條街都係餐廳，同埋都係好一式一樣，唔係好吸引嘅餐廳。條路又好難行。本身你都見到幾好天㗎啦，但係突然間又開始落大雨，所以就衝入間餐廳度先。話呢杯齋啡係難飲到黐線嘅，跟住之後呢個就普通嘅一個炒公仔麵，都冇乜特別，不過就唔係好貴就算。依家望到杯咖啡都諗起有幾難飲，又苦又食。我本身都冇特別睇佢火車嘅 schedule。點知坐下食下就突然間好多遊客，咁我又坐下等下咯，反正我有好多時間。原來架火車就要嚟，
跟住係無啦啦成紮印度人衝襲嚟，係有啲印度風味嘅。其實之前都已經喺泰國睇過類似嘅火車經過好窄嘅街嘅一個畫面，所以對我嚟講好似冇乜特別。不過隔離嗰個越南導遊都好好人，佢見到我喺度望，佢知我係遊客，佢都問我使唔使坐去佢嗰邊影啊，咁我都婉拒咗，因為我覺得真係冇乜特別。跟住我就去咗國子監，佢又稱河內文廟。喺11世紀李朝起嘅，係越南第一間國立大學，供奉孔子同埋儒家嘅先賢，象徵住教育同埋文化嘅傳承，係考生祈求功名嘅地方，亦都係去河內一定要去嘅景點。跟住我就去咗一街之隔嘅河內美術博物館。如果你用相機影佢啲嘢呢，佢係要收你錢嘅，但係你收埋就冇嘢，用電話係 OK 嘅。河內美術博物館原本係法國殖民時期嘅女子學校，喺1966年改建咗成為博物館。館入面收藏咗由史前去到現代嘅越南藝術，展現咗民族精神同埋文化發展。入面都有好多關於戰爭嘅繪畫，可以見到戰爭對於越南嘅歷史係好大影響。佢喺館最高嗰層咧，就有個小小嘅 souvenir shop， 但係真係好細。跟住就打道回府，沖個靚涼，化個靚妝，就去我引頸期待嘅音樂會啦。真係好 charm 啊！而家睇翻都起雞皮。第3日一早起身就去咗跑步。諗住哇7點幾應該冇乜人啦，條街爽啊，周圍跑啊可以，又係去橫劍湖嗰邊，跑完靚步又可以食個靚早餐，超級期待，超好天啊！點知我錯啦，原來今日佢哋係有個軍事演習，喺條街度做 parade 嗰啲，跟住就已經成條街都係人。跟住有啲軍用直升機喺度發咁喺度飛，然後我跑咗幾個圈，跑咗半個零鐘，我就收隊啦。去咗橫劍湖隔離嗰間共咖啡，試下佢嘅椰奶咖啡，然後有戰機2格，勁嘈咯。本身諗住去食下米芝蓮1星嘅一間傳統越南嘢，但係要 book 位喎。跟住之後我就 book 咗第2日先再食。呢個係越南燃卡佛咁嘅感覺。行夠就翻屋企先，因為都幾攰嘅。喺酒店攤頭一下，我又出發啦。去咗一間 jazz bar 係 concierge 介紹，越南人都好似好中意 jazz 咁，勁多 jazz bar。呢度個 vibe 都幾好㗎，咁然後啲酒又唔係好貴啦，咁又味道正常普通咁樣，但係就可以聽下歌 chill 下一晚。話咁快就嚟咗 last 嗰日，我就去做一啲東南亞必做嘅嘢，就係做 SPA 啦。呢個純粹喺 Klook 求其 book，但係都幾舒服喎。唔係最 top 嗰啲啦，但係個姐姐手勢都幾好。一如既往又係入嚟有啲迎賓嘢飲啊，揀下香精啊咁樣咯。咁就經驗日文 Slipper 洗個腳，跟住就可以準備按摩啦。由於技師都揼得幾好，所以就俾咗啲小費佢。佢收到嘅時候，佢開心到攬住我。原來一啲小事都可以令人咁開心。其實係咪要為咗咁多
小事而煩惱呢？做人我係突然間有感而發，返酒店執一執行李就準備去跑景點，同埋再戰米芝蓮一星。就係佢啦，佢超好人啊！佢全程都 take care 住我，好彩係 last day 先嚟咁大雨。食完飯我就去咗升龍王城遺址嘅河內奇塔，佢喺1805年至1812年間起嘅，高約33米啦。咁佢個塔頂就有一個越南嘅國旗，被視為河內嘅象徵之一。但係嗰日真係太大雨，好無人。唯一可以讚好靚嘅嘢就係呢啲樹剪得超靚，跟住周圍都係河道啦。咁呢刻我隻鞋已經濕晒啦，跟住唔知邊個白痴仔咧就起晒公廁喺條路度，跟住人咧就一係好似右邊啲人咁行，一係就好似我咁行馬路。我就行緊去胡志明陵墓嗰度嘅，胡志明陵墓嗰度咧又應該有啲活動可以睇喎，因為已經係超級多人着晒雨褸喺度等。胡志明陵墓係位於巴亭廣場嘅中心，喺1973年至1975年起嘅，用嚟安放革命領袖胡志明嘅遺體。嗰日我就行唔到過去啦，因為封晒路。不過比想像中細個。濕撚晒啦，我都係。其實條褲都濕 Q 埋，跟住就買咗對拖鞋，爽晒。然後我就 call Grab 去機場啦，都費事 miss 咗班機。勁 sweet 個 concierge 就送咗啲零食俾我拎返香港。話咁快咁就過咗4日啦，個機場比我想象中都新淨。不過呢，排呢個入去安檢係超級慢，建議大家可以早少少嚟排隊。個機場入面佢賣嘅嘢全部都一式一樣，所以都買唔到啲咩返香港。好多就係呢啲咯，假喇姑姑啊，假卡比獸啊嗰啲，但係幾過癮嘅，增值嚟講。架飛機 delay 咗1個鐘，終於嚟接我返香港。呢套戲超級唔好睇，辣字。終於返到香港啦！呢4日我覺得係超額完成，因為我好耐冇自己一個人去過旅行，然後又做到我想做嘅嘢，見到我中意嘅人，咁就夠啦。嚟緊我仲會有條片係關於我呢個旅程食過嘅嘢，希望大家會中意啦〜